條路也是阮安定區民最大所期待的，因為自這條變道跨過這個國道8吼，影響遊覽車要左轉或行橋，所以這條這個嘅費用就讓阮鄉民出入甲南區就個交通會當順利安尼，無早起南區要上班，而且塞車塞到要先經個交隊啊，所以這個交通的品質哦，有做這個高速公路的跨小軌哦，感覺交通安全的真較順利安尼。確實，台灣唯一一個有紅綠燈的國道就在我們台南。這個紅綠燈其實過去如果在車不多的時候是不會造成太大的困擾，但是車行的速度會影響以外，還有一些交通的事故也讓我們很擔心。那現在我們看到南科蓬勃的發展，我們安定，還有這個安南，還有善化的這一線，其實現在的交通流量非常的大，所以我們就急着要趕快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幾年其實交通部會很努力來建設我們的台南的交通，因為未來我們的科技業的發展，台南就是南台灣的最重要的一個地方。所以剛剛所提到的4橫3縱，最中央的這個中間樞紐點就是國道8號。國道8號，如果我們可以讓它通暢的話，速度可以行車效率更高的話，對於我們整體4橫3縱未來整體的交通運輸的效率也會有很顯著的幫助。我們配合國道8號南133線的立體化工程，我們必須要配合133線的一個到港口相關道路的一個拓寬。道路我們會拓寬從10米拓寬到20米，然後它的長度是300公尺，然後總經費大概是7700萬。最主要是因為高速公路立體化的時候，它下交流道也要往港口方向跟往南科方向的時候，轉彎的時候要把這條道路做拓寬之後，車流才不會擁塞到相關的一個瓶頸，然後能夠順暢能夠直接轉往南134線的一個進入南科科學園區。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開闢的時候跟南133線的時候有一個交叉口，那造成交通非常大的一個混亂哈。那非常感謝中央跟地方合作中央補助地方總共花了35億的經費來把這個國道8的這個高架化哈，能夠通過那個交流道，能夠讓國道8的交通更順暢，讓南133線的交通也更順利，不要造成地方跟用路人的困擾。大家好，我是陳碧純，歡迎收看11月13號禮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台南烏山頭水庫因為設置水面供電棒引起議論，議員吳通良佇個總質詢嘛再次替地方發聲。除了這期當初時中央設立供電棒，市府敢攏無權利表達意見，而且敢是用清水來洗供電棒，煩惱會污染到飲用水，要求愛予民眾一個安心的承諾。對此，市長黃偉哲回應，只要民眾有顧慮，除了反對第2期設立以外，在洗供電棒的時陣，嘛會通知里民，讓過程公開透明。面對烏山頭水庫11.5公頃的湖面被光電棒砍掉的，除了影響水庫的景色，民眾嘛煩惱施工過程的污染飲用水等爭議不斷。對此，議員吳通良佇總質詢再次為地方請命，認為政府事前無充分說明，直到設立完工才知影原來水庫的爭電，這個決策欠缺透明，加上上大爭議就是施工過程。要求公開透明，讓民眾安心。綠能公司因啊要做房愛處理的，要施工的時陣，愛甲你講者，咱才通知，既無你既無嘛，要里長去看。對，告訴里長，你要帶人去看無？啊無，恁親身要來看無？我希望把它透明化、公開化，賣被人家意思就是講，一個水庫人咧食的水。含船啊，都袂使落迄個所在，既然恁會當種電，若准伊期滿啊，伊閣要說新的，咱會來表達咱意見，講阮不要恁說啦。我相信這對百姓一個承諾，互因安心嘛。
食水嘛，食得安心，大嘛住得安心嘛。議員除了為政治正義替民眾發聲，另外嘛針對麻豆新興里總人口數已經有2200多人，卻無一個活動中心來清明。議員要求地方已經簽署600多份聯署書，要求麻豆古興段647地區設立倒無票使用的活動中心。在質詢當中，要求市長簽下承諾書。台南新聞軍籍楊順懷採訪報道。議員蔡麗清因為不滿各局處所負責的建設無積極的作為，所以在總質詢炮聲不斷，包括空靈大學的旱地活化規劃、安南托育資源中心的工程延誤等等，而且嘛針對有建設集團不只牽涉漁電強生案，閣偷帶廢棄物污染地方，要求市府將因列為拒絕往來，盡力替民眾把關。位於安南區的空靈大學對停辦以後已經拍遠4、5天，但市政府打算開3000萬買下7億的資產，不過因為經發局欠缺完整規劃，日前在議會審查預算被刪除。毛議員蔡麗清在總質詢相當不滿，煩惱空靈大學成為地方治安的死角，用力批評經發局敢是放棄活化規劃。把這個問題丟給所有的國中生、高中生，跟他問說，康寧大學在這裡閒置這麼久了，以後要交給大家使用，大家有什麼想法？大家都可以寫出一整疊厚厚的報告來，但是你經發局從上到下，沒有人可以回答。這個預算被刪除了，你對不起我們整個安南區的市民朋友，我跟你講。是議座，我們會努力的把這個預算就是要大力的爭取，大力的辯護，告訴大家這裡活化對安南區有多好多重要。為什麼你會放棄治療？議員質疑市府團隊甲市長無共調，也包括安南區托育資源中心的新建工程，原本今年底就要完工，結果卻要拖到明年8月1案。議員批評草已經比人較懸，要求社會局徹底檢討到底問題處理的。你是欠工程人員，還是欠什麼？沒人會當來給你監督這個工程的進行，還是怎麼？為什麼閒置在那裡？它其實並不能算是閒置啦，因為我們一直都在持續的努力，讓它工程可以完成。來，卡關在哪裡？我問重點，還是你還是不了解？跟議座。為什麼還沒好？跟議座報告，這裡面的確有一些部分哈，是因為施工的部分有點困難。那我也自己也去看過那個地方，也大約知道他所有遇到的狀況。那但是呢，局長，我跟你講啦，不止這個工程，我們社會局很多工程也都延誤延宕。議員徛佇弱勢立場，除了為困苦民眾爭取補助，嘛為安南區主辦中衛案，地主為了守護家園甲財團訴訟10幾檔的糾紛甲爭議，要求市府消停，呼籲將惡質的廠商列為拒絕往來。台南新聞軍籍楊順懷採訪報道。國曆11月20號開始，為期3天。北港朝天宮媽祖將樂府城進行南島巡禮，該活動因為不只是宗教界盛事，嘛是歷史文化觀光的重要時刻，預計將會吸引上萬人潮。議員王宣茂在總質詢提出關心，呼籲愛護這項100年的盛事風華再現。北港朝天宮為了祭拜北港媽，將在11月20到22樂府城的盛會，13號先在市府舉行祭天頂典禮，邀請市長黃偉哲擔任主祭官開香，祈求盛事圓滿，場面盛大莊嚴。根據了解，距離頂一擺北港朝天宮烏面3馬南島巡禮已經是8年前的代誌，所以這擺蒞臨台南，各界攏相當的認真來迎接盛。北港朝天宮的蔡董事長跟我們台南大天後宮的張主任委員，大家率同兩邊的執事人員跟理監事，大家一起來經過請示媽祖以後重修舊好，能夠再去牽起兩邊的媽祖之緣。
那我相信兩邊的信徒都是翹首盼望。今年北港媽祖南渡順利，嘛因為沿途經過台南17個行政區，有107間宮廟迎接，主要是宗教界聖事，嘛是台南歷史文化觀光的重要時刻。對此，議員王宣茂為了確保整個過程圓滿，加上有過上萬人調的參與，在總日巡要求市府跨局處專力配合。不管是可能來的人很多流動廁所，或者是說就算我們廟方他都有把這些炮穴整理好，但是後續的清潔清運，我們是不是有辦法來運作，或者是警力的安排的協助，是不是都已經完善？環保局也好，交通局也好，警察局也好，消防局也好，當然民政局個其他所有局處，攏有準備好勢。為了讓百年的聖事風華再現，市府表示將以相關規格來支持，嘛呼籲市民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維護環境的整潔，為台南助力滿滿的福氣甲活力。台南新聞管制楊順懷採訪報道。中嘉寬頻三觀農上主青，甲台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合作，舉辦媒體素養系列課程，邀請專業的師資分享教學。最後一節課更加是整合所學的，和長輩上台舉行演出防詐騙的地腳。同時，佮頒發22位高齡志工結業證書，日後將會成為社區防詐隊的成員。面對詐騙甲假消息持續不斷，所以中嘉寬頻三觀王相助車團隊今年11月份結合台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鎖定高齡長輩規劃了媒體素養的系列課程。11號點紅底邀請昆山科技大學講師林建穎，伊就來教大家學曉看清楚用查證代替證書等防止詐騙的撇步，嘛帶領長輩演出防詐騙的地腳。會中長輩嘛組隊用因真實案例來角色扮演，包括穩賺袂了的投資詐騙、囡仔車禍死心要討錢，以及運動彩券中獎等情境。即擺股票真啊起價咧，迄種還袂上市的，還袂上貴的，真正會買錢。你有想要加入阮的會員？一定愛加會員，還有即個。你愛加入會員，你毋知影會錢過。叫做食虧去啊！迄即馬社會攏用安尼咧騙人。我騎奧多擺，有些人和人相撞，我是無介嚴重啊，但是對方吼足嚴重，即馬我已經送去地檢，馬上愛60萬塊保證金。你較緊回復我，較緊轉互我。一平10萬塊，我即馬想咧。我來轉，我有想，兒子，你把那個頭稍微轉一下，看起來好像不是我的兒子啊。長輩用因人生的故事來鬥宣傳，除了有說服力，更重要是鼓勵大家愛加問一句，加查一個，相信每一個人都是社區媒體守門人。戲劇的方式，然後來討論防詐的主題，然後同學們也透過思考親身經歷的經驗，然後變成繪畫的方式，然後去推廣，用自己的方式去推廣詐騙這個主題，讓更多人知道。期待他們未來進入社區的時候，能夠當成種子，然後在防詐的主題當中，將更多觀念推廣給大家。22位長輩經過媒體素養6節課的洗禮，除了將學到的防止詐騙觀念內化，更重要是日後每一位都是社區防詐隊的一份子。對此，中嘉寬頻三觀王相助車總經理陳建春在課程最後一天，嘛親自頒發結業證書，嘛大家成為防詐騙的政治老師，做伙宣傳如何分別真假，養成對各種新聞甲信息提高警覺。社區防詐守門員，台南新聞管制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百里栽，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
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12號，洪洪台來襲，台南鎮環境頂土地公廟，卻被一名男子將天公爐香灰挖出來烏白野，廟方將畫面鋪石網，嘛報警處理。不過公廟這麼多，為什麼偏偏要選這間廟呢？知名民俗專家廖大義猜測，可能是神明有話要講，建議廟方人員愛清晰。天也未光，監視器翕到巷內有一名男子怪怪，除了湯巴體，也用衫把頭蓋起來，來到頂土地公廟的天公爐，將香灰也向塗骹，一手也無夠，也用兩手做伙也一擺也無夠，行到廟埕跪拜以後，佮也一擺用甲亂糟糟。好像有喝酒，差點撲倒，然後再過來就更誇張的動作。整個香灰用甲塗骹滿滿是。當時廟公正佇後殿準備早課香案，一直到香客入門拜拜才發現，雖然無造成人員受傷，但清理得開2點外真久。回到事發現場，要殘留的香灰，廟方人員將監視器片段鋪上網，慢慢上去警察局報案，提醒其他廟宇提高警覺。第一次遇到這種的，以前是有那種簽牌的哈，然後每天來，然後沒有中的話，就趁晚上我們關門了，再來踢天公爐啊，踢外面的桌子啊。鎖定50多歲男子身份，立即通知到案說明，全案依毀損罪嫌函送偵辦。警方已經鎖定嫌犯，疑似是酒醉惹代志，只是台南廟宇遮濟，該男子為何只經一間廟？民俗專家廖大義推測，可能是神明想要借此說明什麼，建議廟方清晰。拜天公了後，才拜神，所以這天公爐的香灰去互歹徒。家因咧也甲滿世界，這就是凡事有前兆。天公上大，所以一般到廟宇拜拜之前，攏會先拜天公爐。檢查是男子甲該廟有姻緣，但是烏白野香灰就是觸犯天條，恐驚有不良因果。台南新聞楊順懷採訪報道。124年地價稅開徵，交納期限到11月30號為止。民眾若是超過期限，將會加徵抵納金。台南市財政稅務局表示，繳納地價稅方式非常的多元便利，請民眾愛多加利用。每年11月是地價稅開徵的日子，繳納期限到11月30號為止。台南市財政稅務局提醒民眾收到稅單，愛佇期限內完成繳納，避免受罰。而且現在繳納管道多元，除了會當來到稅務局現場繳納。真濟金融機構、網絡超商，或者是行動支付，攏會當繳納，非常的便利。地價稅吼，咱繳款的方式有足多種啊吼，咱除了咱去銀行吼，郵局無收吼，去銀行臨櫃繳納以外，咱若是3萬塊以下，咱會當去4大便利超商，比如迄個 7-11 啊、全家、萊爾富、OK 便利商店，咱會當繳。哦，啊，咱若迄個啥，除了這以外，咱嘛會當用迄個。你線上查繳稅吼，咱都因為財政部的網站內底線上查繳稅，都會用迄個啥，你線上對繳納。啊，另外一個方式啊，咱嘛當吼，咱直接手機啊掃開，咱掃咱稅單的 QR code， 啊 QR code 內底直接就當入去咱迄個啥，迄個線上繳稅系統內底直接咧繳。稅務局提醒，今年的地價稅繳納期限到月底，每超過3天，就要加徵1%的抵納金，呼籲民眾愛如期繳納。稅單若遺失，嘛會當利用各地多功能稅務單補單，早納早安心，避免無必要受罰。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現主時種喙齒非常的普遍，不過若是齒槽的骨密度無夠，就會影響到種喙齒的成功率。台南有一位55歲男士，就因為齒槽骨糾起，而且密度無夠，影響到種喙齒。後來奇美病醫利用逆轉轉針，才成功種喙齒，今嘛總算會當正常食物件。缺牙想透過植牙恢復正常飲食功能，但這種方式也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因為若是缺牙太久，造成齒槽骨萎縮，植牙就難以進行。台南一位沈先生因為後牙欠缺多年，一直無法好好吃頓飯，
希望透過植牙來改善。後來經過奇美醫院牙科部主治醫師劉玉金評估後，決定利用逆轉轉針解決齒槽骨萎縮的問題，順利完成植牙。通常這種逆轉的轉針呢，就是針對骨頭比較軟的，或是鼻竇呢，它因為拔牙後有一個過度的氣勢化。那我們透過這個逆轉的轉針，我們可以讓這個骨頭致密化，甚至它在轉的時候呢，可以多帶一些骨粉到我們的鼻竇，順應的把我們的鼻竇膜往上提升。傳統植牙轉針主要以敲切骨質為主，這樣反而會減少骨量。若是骨質密度低，很容易就植牙失敗。逆轉轉針的回彈效應，讓骨頭跟植體更加緊密貼合，提高植牙的成功率。一般的植牙的轉針呢，它的設計是正轉，所以它在轉的時候，它會去削骨頭。那如果是逆轉的轉針呢，它會收集這些移除的這些骨粉啊，或者是骨屑，那可以去推擠到骨壁，那可以讓這個骨頭更致密。对，所以它最大的差別就是說，我們可以利用這些轉出來的這個骨頭呢，讓整個骨壁致密之後，可以穩定我們植體鎖進去的這個初期的一個穩定性。逆轉轉針雖然操作比一般的植牙有些不同，但治療費用卻相差無幾，讓想植牙卻因為牙槽骨密度不夠的患者多了一項參考。台南新聞張碩維採訪報道。桃園一間飯店的主廚將定期的下午茶的菜色結合中式的創意，打造佝久賣茶，可以當保持酥酥脆脆炸雞，而且嘛，和豬肋排等等的菜色有了新的好滋味。對着鏡頭，咱做回來看賣。牛排刀劃過，可以清楚聽見炸雞外皮的酥脆。桃園在地飯店主廚將常見的西式下午茶菜色融合東方香料跟西式手法，以創新風味重新詮釋經典美食。主廚特制的酸奶花椒脆炸雞，融合花椒的青麻、紅椒香辣跟百里香草本氣息，外皮金黃酥脆，香氣層層交疊，每一口都是脆麻香的完美平衡。我們可以一邊吃蛋糕，一邊喝咖啡。讓我們這個炸雞也不會軟掉。為什麼？因為我們加了再來米粉、麵粉、玉米粉去增加它的一些脆度以外，它可以讓這個表皮它在短時間內至少都不會有軟掉，或者是就是讓肉去乾掉的情況發生。它就算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它還是脆的，且肉也是非常的鮮嫩多汁。美式肉醬薯條，主廚也重新調整做法，推出帕瑪森肉醬薯條，2種絞肉搭配洋蔥、紅蘿蔔等蔬菜細火收汁，香濃卻不膩口。因為肉醬有着濃厚膠質，薯條還不容易被浸濕變軟，最大幅度保留口感。我會加入牛筋與豬皮。讓它去增加膠質。那為什麼要去增加膠質？其實就跟滷肉飯，它會有那個膠質去扒飯的概念是一樣的。我們會扒在薯條上面，但是不會讓薯條去軟掉。像很多的肉醬薯條放下去以後，我們整盤薯條都會變成是只有肉醬跟軟爛的薯條口感。那我們像各位有看到是薯條。它就算肉醬上去了，它還是脆的，且我們的風味也非常的濃郁。我們加入新鮮的牛肉與豬肉，用手切的方式，避免去把它攪爛。那還會加入烤過的茄子跟紅黃椒，去增加整個肉醬的一些鮮甜味。烤豬肋排更是創新，打造黑糖叉燒風味豬肋排，用黑糖跟香料醃製，再用低溫慢煮疏肥所汁，最後刷醬高溫炙烤，讓骨肉輕鬆分離，肉質細膩多汁又美味。它比較特別的是，我們是用港式叉燒的方式去制作。那我們那個豬肋排，它有加一些黑糖啊、孜然啊、紅椒粉啊，去做一個醃製。那還有許多沒有出現過在中式的方面的香料，我們是用西式的方式來醃製，港式的方式來制作。那所以我們會用低溫烹煮的方式來讓它出來的東西是可以入口即化的，讓客人一切開來就可以直接把骨肉分離。那我們的醬就是用黑糖去制作叉燒醬，讓本身叉燒
叉燒醬它是會有不會，它可能會有點過甜，但是我們如果是用黑糖，它是濃郁的同時，它不會帶那麼甜的甜味，那就很適合搭配我們的豬肋排。主廚發揮創意，將中式跟西式手法結合，重新詮釋經典街頭美食，以層次豐富的香氣跟多重口感，帶來前所未有的味覺饗宴，讓大家在下午茶時間滿足聚會的熱情、舌尖的美味以及放鬆的悠閒時光。記者劉一屯報道。感謝你收看11月13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碧純，咱再會。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暫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你們知道嗎？台灣即將迎來新的里程碑，是什麼？是什麼？這件事和你們都有關係，就是民法成年年齡修正了。那會有什麼改變嗎？改變可大了呢！從112年1月1日起，滿18歲就是成年人嘍。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滿18歲以後才能結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簽契約、租房子、到銀行開戶。不過，成年人也要對自己的行為負完全責任，做任何決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我們會趕快去了解權利義務，邁向成年的第一步。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暫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
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暫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